迄个真心就是主耶稣，伊是咱人的梦。丰盛的活命，伊要赐予你，对答毋免搁怨叹。较早咱的生活只为要顾三顿，为着未来来打拼。即马事拢讲上真发达，不过人的心安怎甜，也感觉无够野。叫看拢无，想要去找也不知方向。人努力地走走，所得到的是怨叹路。你看为何看无？到底什么是你的方向？怨叹人生苦途，直到但有原地找路。你看为何看无？到底什么是你？方向，怨叹人生苦途，直到但有缘的水路。迄个真心就是主耶稣，伊是咱人的梦。丰盛的活命，伊要赐予你，对答毋免搁怨叹。